30年前，陶瓷娃娃曾经是苗栗客家地区的明星产业，也是日本商人投资的最爱。放在架上，各种可爱造型的陶瓷娃娃，却都是出自手工完成。从模型到成品，每个过程都轻忽不得。业者说，陶瓷娃娃在30年前才是苗栗人的明星产业。因为日本人来到台湾，一看到当时人家苗栗有雅士、有天然气各位做他敢引青山忙说他敢引。刻苦耐劳、亲善忙，做古人日本现在苗栗也好，做投资方面。不过30年后的苗栗，却因为工厂外移，现在从事陶瓷工作的人屈指可数。以前做青豆业1年差不多3亿5千万的美金的外收入，所以从签的泰国赛到泰六也从也讲他们做3、4千万的。外销到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是陶瓷业者目前的产销方式。业者说，求新求变，符合国外客户的要求，才能延续陶瓷产业的生存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27岁的女声乐家黄佩书，不仅用声乐展现客家女子的温柔，也唱出了客家山歌的美。位在风中在钢琴乐声的伴奏下，音乐人黄佩书用声乐唱出了客家山歌。时而柔情，时而轻快，是客家山歌的独特魅力。要不失味道，对，所以那个味道还是要在，只是说唱法会变成比较圆融一点，那听的人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舒服。黄佩书希望用她的歌声唱入每个听众的心坎里，让大家听听客家山歌的美妙声音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新竹南埔的农庄充满着浓浓的客家风格，在现场可以看到当年南埔重要产业蟑螂油的制作过程。4只小野猪在篱笆内吃得开心，台湾原生种斗鱼3斑干鱼在水里游得自在，水车、古井取水和茅屋，这些都是南埔乡客家庄的田园景色。在这里，除了欣赏风景外，你还可以端砖块烤番薯、生火烤肉、泡东方美人茶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樟脑油也是南埔乡的百年特产，要装满这一小罐的樟脑油，可得花上大半的时间。樟树片转呢，用来通毒饮，用热水加温以后用吹出来时间呢，它给樟树油本身加了水蒸气经过这边给它过来冷却它的时间，给油要水我的压到那边它出来。焗好的樟脑油，阵阵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抹上这樟脑油，蚊子飞虫都不敢靠近。想在田野里尽情的玩乐吗？绝对没问题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新竹报道。